么着？还有事儿啊？没事儿就不能聊聊天儿，谈谈心了？你有心了你就谈心。我有没有心不重要吧，最重要的是您有心啊。那个，我看不环保，所以没扔。哦，有事儿没事儿啊？没事出去。啊，有事儿。明天下午呢，我有个同学聚会，你陪我去参加吧。你还有同学呢？说个正事儿啊，你是不是有恐男症啊？你有病就吃药。不是，你说只要一提到男的吧，就横眉冷眼，像革命烈士一样。可是，一说到这女的吧，你有如春天般的温暖。比如你刚才对林贝贝，哎呦，那个温暖呐，那个热情啊，你不会是？你放心，我就算喜欢你，也不会喜欢你。讨厌！明天下午3点我来接你，不准不去啊！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就把你酗酒闹事的事儿大字报伺候。懒得理你。小心挨揍啊！你张嘴！干嘛呢？花店改武馆啊？林贝贝，麒麟哥，上班的时间你睡觉啊？我什么我？昨晚干嘛去了？他昨天晚上肯定是去喝小盒子。我才没有呢！麒麟哥，我是……你们给我出来！别别！你干啥呀你？表姐。哎，这位大姐，你这身造型是隔世追凶吗？跟谁有那么大的仇啊？这是我表姐，她是武打演员。我从片场连妆都没卸，我就来找你们了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我被打成这样子，我都没哭。我表姐，她昨天晚上发现她男朋友出轨了，还准备在外面给那个小狐狸精租房子住。我实在是被她拖出去哭诉了半宿，我这没睡好，我就跟她说，来找我们老板吧。这位大姐，我们这里呢是婚介公司，不是解决小三儿公司，不好意思，送客。你就不能干一点有益社会、安定团结的事儿吗？我怎么不安定不团结了？我要是帮他出头，那才是不安定不团结的。我不管，你要是不帮他，我就涨房租。大姐，我就想问你一下，我帮不帮他跟你有毛关系啊？女人的事你就得帮，更何况是你。不帮。明天早上10点来接我。成交。你这是要杀人导火吗？你们去活动上面演的吗？
上午那个，看见吗？你看我这事行吗？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主要就是威慑他，吓唬吓唬他就行。你告诉我，甜心绝对不是好惹的，他要是敢劈腿，我饶不了他，记住了吗？我能威慑了他？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相信你自己啊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你现在特别有范儿，真的。去。哎，对了，如果你们俩要是没谈拢，千万别动手啊！你打不过他，他跆拳道好几个色泽带呢。你们是武术世家啊？不是，你当我没说？没有。去，一会儿，去，go。是孙涵吧？你认识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甜心让你来的吧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了嘛？他我说吧，孙涵他给莫妮卡租了一套房子。莫妮卡是谁呀？莫妮卡就是个小三儿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他都承认了，还能什么意思？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其实我早就不想要他了，要不是他1年365天跟着我，我根本不可能跟他在一起那么长时间。我现在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特别放松，我觉得特别自由自在，我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，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我去拍戏，我也不用考虑他吃没吃饭、睡没睡觉。对不起，谢谢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。表姐，你等等我。小妹，我跟他去看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感情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啊？该走的你留都留不住，该来的也不会走。别操那么多心了。哎，你行了，明天早上10点别忘了。怎么怪里怪气？贝贝，吃点吧，都遛了1天了，就算是遛只狗，狗都累趴了呀。你不知道，我这不是在担心他吗？哎呀，这不都跟着他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看他样子啊，挺正常的。他越是这样就越危险。我们出去玩吧。都这么晚了，我还是送你回家吧。好，姐姐去哪儿嗨，我奉陪到底。还是你乖，走吧。你不说话是不是会死啊？走啊。哎，来了，这个叫发泄式方法，我不懂。走，你会后悔的。来，快点儿。哎，来了。